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6月1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轾、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今天这个上证指数终于站上了3400点。这个3400点长期以来就像一个高压电网，对吧？一碰到就掉下来。那么这一次能不能站上去，拭目以待6月11号，市场全天震荡反弹，创业板指数领涨，沪指再度站上3400点。截至收盘，沪指涨0.52%。深圳指涨0.83%，创业板指数涨1.21%。唯一不足的就是成交量再次萎缩，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26万亿，较上个交易日缩量1600亿。昨天是下跌就是跌的时候放量，涨的时候缩量，这个也是比较反常皮裤套棉裤必有缘故，反常不是什么好事全市场超3400只个股上涨，也就是涨的还是多跌的少。昨天我就说了，这个市场就往上涨它没有那个动力，往下跌对吧？有关部门不允许，所以就走成这么一个局面。作为金融消费者只要你的步子你的节奏稍微踏错一步，基本上是在叫回本的路上。昨天咱们介绍了这个半夏投资的这个理贝一直错到现在，就是对专业人士来说想在胡适赚钱，甚至对于专业人士想在美股赚钱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东方港湾的那个但兵，对吧？前2年炒美股把他的旗下的私募基金炒到这个私募里面呢，可以说是收益率非常高的，排第一吧。今年大幅回撤，而美股我们都说它是成熟市场，对吧？这个东方港湾那也是赫赫有名的私募，在成熟市场都被人按在地上摩擦，想赚钱都很难，对吧？一个韭菜啥也不懂的，然后天天看两眼什么新能源、人工智能、算力、DeepSeek， 完了就说自己具备投资能力，就能在这个胡适对吧？跟机构、跟这些量化基金、跟这些大股东肉搏，这个怎么听着好像都不太靠谱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专业人士，对吧？公募基金的头、创始人、明星基金经理，在胡适赔的裤子都没得穿，那是没裤子都没得穿每日经济新闻今天报道，从金牛奖得主到现销被执行人，这位公募老总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就是挨了胡适的毒打。公募基金老将陈继武被现销，从昔日明星到如今因数十万元债务被限制高消费，陈继武及其凯石系的境遇，折射出中小基金公司在激烈市场竞争和严监管环境下的生存困境。近日，一则限制消费令将公募行业资深从业者凯石基金董事长陈继武推至风口浪尖。相关信息显示，陈继武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因未履行上海市黄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处理决定，被法院于2025年5月14日立案执行，并于6月6日被下达限制消费令。陈继武本人被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这个整个的涉案金额50.97万元，也就不到51万元。具体的纠纷这个细节什么原因并未公开，但法院明确表示，因该公司未在指定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或者给付义务故依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消费并不是这一起由陈继武100%持股的上海凯石银证易证资管有限公司也发生类似的情况。2025年5月20日，同样由黄浦区人民法院发出限销令，原因是该公司未履行有关债务，该案的执行标的金额是12.54万元，未履行12.37万元债务。陈继武作为法定代表人，同样被限制消费。那么陈继武是何许人也呢？这个陈继武可以说是公募基金行业的老人。公开资料显示，其拥有17年投行、证券、基金从业经验。2003年陈继武加入富国基金担任投资总监，人家20多年前就已经是富国基金的投资总监了。那个时候我正好拿着30万正在这个股市里面搏杀叫搏傻。陈继武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富国基金投资总监，曾通过精准捕捉牛股机会，帮助公司扭转了业绩局面。2004年获得中国基金金牛奖，对吧？就是他是捕牛能手。2024年我正好赔的裤子都没得穿了，30万赔的还剩10万。他2024年居然获得中国基金金牛奖，估计他那个奖里面有我的一份功劳他赚的钱就是我赔的吧？这叫零和博弈我赔的钱就是这些人赚走的。
2008年，陈继武选择公转私，创立私募机构凯石资本。2016年之后，他选择重返公募基金领域，发起成立凯石基金，并出任凯石基金董事长。凯石基金也是第2家私转公的公募基金，突破了当时自然人直接持股设立公募基金的制度门槛。你看看啊，他先从公募基金跳入私募基金，8年以后啊，估计是挨了毒打，又选择从私募转入公募之后好了吗？没有，是继续挨毒打。作为陈继武旗下核心公募平台，凯石基金发展轨迹同样令人唏嘘。自2017年成立以来，公司管理规模自2019年到达14.29亿元的峰值后便持续萎缩。万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3月31日，凯石基金公司总资产管理规模仅 1.17亿元，仅剩3只产品。今年3月初，凯石原型混合发起式基金发起由总经理亲自掌舵，最终募集金额为1061万元，且外部资金认购为0，也就是他发起一个私募基金啊，这没有人认购，只有自己掏钱买，外部资金认购是0吗？更早之前，凯石秦纯债3个月定开债券型发起式基金和凯石红行业轮动混合型基金2只产品均宣告募集失败，也就是他们想发产品募集资金都已经发不了了，就没人认。凯石基金自成立以来，先后凯石什么高品质经营基金、凯石纯行业精选等多只基金清盘。从20年前的明星基金经理、金牛奖的获得者，到如今因数十万元债务被限制高消费，说明什么？作为这个几十年的专业人士，对吧？股海沉浮啊，玩基金、公募、私募，对吧？横跨什么投行、券商、基金、证券，就这样的一个人。问题是到现在啊，我还在，对吧？虽然这个收入不高，但是我好歹没有被限销啊，对吧？22年前，我是赔了个底朝天呐，本金缩水2/3，而这个陈继武啊，永获金牛奖。在20多年以后啊，对吧？我还是我，但是陈继武啊，已经变成老赖了。我们唯一的区别就是，对吧？我是痛定思痛，斩仓出局，而这个陈继武呢，不撞南墙不回头啊，这撞了南墙他也不回头。从金牛奖得主到老赖，或许啊，他有个梦想，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中国的巴菲特，也不能怪他啊。每一个在股市里面搏杀的这些赌徒啊，没有一个不幻想、不梦想着成为中国的巴菲特。我们再看啊，这个关于股市的诈骗故事，可以说这个股市的诈骗故事啊，每天都在发生，而且剧本都一样。但是今天啊，居然这个剧本啊产生了一些变化，简直让人啼笑皆非啊！你能想象吗？你兴冲冲的这个攒了一笔钱去炒股，把这钱打入股市，结果却成为别人的彩礼钱，你说这叫什么事？你敢想象吗？对吧？你兴冲冲的啊攒的这个叫什么耐心资本，却是别人的嫁妆，编剧都不敢这么写。这个大象新闻啊，今天报道说大妈想贷款，差点成洗钱帮凶，大妈贷的款竟是山东男子炒股钱，这叫什么话？这好多人想破脑袋都想不明白。今年5月份，河南安阳内黄县的王女士在网上认识了一个老铁。王女士因为家里经济紧张，想贷点款周转一下，老铁给王女士介绍了一位贷款专员，帮助王女士找贷款。王女士按照要求提供身份信息，办了2张银行卡后，很快就收到了19万5千元的贷款。这个速度啊，这个效率太高了，这都没有见面啊，就在网上你把身份证信息发过去，你把你的银行卡发过去，你居然就收到了19万5的这个贷款。这个王女士很激动啊。正当王女士赶往银行取钱时，警方接到电诈预警，这笔所谓的贷款竟然是山东一男子炒股钱。这个真是孩子没娘，说起了话长啊。说原来今年4月初就是淄博烧烤啊，恐怕也是烧烤吃多了啊，或者是搞烧烤赚了点钱。这个淄博的张先生在网上浏览股市分析文章时，添加了文末的联系方式，就被拉进一个所谓高收益专业炒股微信群。从这儿开始啊，上当受骗，那剧本就一样了。因为进了群之后啊，除了这个张先生自己之外，其他的都是托，甚至都是机器人呢。这个张先生回忆啊，说平台提供1000元试玩资金，平台给你提供1000块钱，你来玩，让他在房地产、新能源等10个项目中选择5个，5分钟后选项翻红即可盈利。这种看似简单的投资让他逐渐放松警惕，就向平台账户打了19万5作为炒股资金。这19万5啊，就到了河南安阳内黄县的王女士的卡号里面。大家看视频。他说你这个能贷19万5，
后来他就把钱给我打过来了，我就把这个19万5打2天的时间，我就盈利的可能有个7、8。实际上，这是被电信诈骗集团所利用，作为了洗钱的工具。今年5月，家住安阳市内黄县的王女士在社交平台上认识了一位网友，两人聊得很投机，很快就成了没见过面的老铁。感觉也都是那正正当当的人品挺正的一人吧，聊点工作，聊点股票，聊点啥都聊。这位老铁善解人意，慢慢的，王女士跟他无话不谈，家里的烦恼事儿也一一向他倾诉。家里那个小孩那个花相大，小孩也是在网上那个借点钱，我去年我给他还了点，还有几万块钱。我跟小孩商量了，说要不给网上贷个钱。后来就说点贷款这个事了，就是聊到这个话题了嘛。我说我有钱。这位老铁说他正好有个朋友是非常靠谱的贷款专员，并热心的介绍给了王女士。我就称着康经理，他就跟我说你先办2张卡，我就在银行办了2张卡。卡办好之后，对方要走了王女士的身份信息，说要帮他查一下贷款额度。他说你这个能贷19万5，后来他就把钱给我打过来了。一看贷款这么容易，王女士又惊又喜，但是康经理告诉她还需要再补个流程。他说你存取，在银行就有个都有个这个证据一样，都可以有个流程了，不然他说这是个什么取款存款证明，得走这个流程。按照这位康经理的要求，王女士进行了预约，第2天就赶到银行去取钱了。我都问他，我说这个钱取出来咋弄啊？他说等取出来我再告诉你。他说你取钱干啥用？他就交给我，他说是小孩去彩礼用。王女士不知道的是，银行工作人员看到这项资金来源高度可疑，已向公安机关报案预警。经过对涉案嫌疑账户王某的银行账户进行排查，发现向王某嫌疑账户转账的是户籍地开卡地为山东淄博的一名男性客户，正在遭受投资理财类电信诈骗。我们及时将涉案账户王某银行卡内余额19万5千元进行管控。原来王女士银行卡里的所谓贷款，就是山东淄博电信诈骗受害人张先生被骗的19万5千元。今年4月初，这位张先生在网上浏览股市分析文章时，添加了文末的联系方式，就被拉进了一个所谓高收益专业炒股的微信群。而我观察了以后，我发现就是说他买的股票都有盈利，所以说我就心动了，通过他给的一个网址，我们下载了一个叫是经过老师这种推荐我们来买，一买就中，这个赚钱来的太快了。张先生回忆，起初平台提供1000元的试玩资金，让他在房地产、新能源等10个选项中选择5个，5分钟后呢，选项翻红即可盈利。这种看似简单的投资，让他逐渐放松了警惕。后期这个老师就让我们开始往里注册资金了。当时呢，我也就让这种金钱蒙蔽的这个大脑，我就把这个19万5大约终于2天的时间了，我就盈利的可能有个7、8，那里边的人一直在让我加注要加成100万、200万。5月5号还是6号，我就收到我们这个安阳市兴来大队打来的这个反诈电话。由于在网络上轻信他人，张先生险些损失了钱财，而王女士差点成了电信诈骗集团的洗钱帮凶。王某将自己的银行卡提供给他人，并接受了来源不明的钱款。实际上，这是被电信诈骗集团所利用，作为了洗钱的工具。在此，我们也提醒大家，网络交友一定要慎重，一定不要将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和个人身份信息轻易透露给陌生人，以免被电信诈骗集团所利用，落入诈骗陷阱。这个诈骗分子让王女士取钱的时候就说是彩礼。你看这个谁能想到，对吧？你的这个耐心资本竟然是别人的彩礼，你说找谁说理去？这个骗子为了顺利的把他钱拿出来，也是花样翻新这种骗局说来说去就是一个贪，总有人想着不劳而获，总有人想着去听别人说一嘴，看个什么节目，看谁在那叭叭叭说一通就能赚钱，愚昧至极对吧？我一直说你听节目能避免踩坑就不错了，对吧？
吧？少踩一个坑，这就是你的收益。你只要听别人说一嘴，你就能赚钱，哪有这样的人呢？如果谁能啊板上钉钉的说，我明天能赚1%，不要说的多啊，1%，他敢保证明天他能赚1%，他都成了巴菲特，对吧？那我就可以加杠杆啊，每天能赚1%，那摩迪啊，他根本就不需要卖车啊，他卖车也不需要赚钱，他半价卖车他都能赚钱。哎，他就靠那个供应商，对吧？在他的那个应付账款，他有3、4千亿，一天赚1%，什么概念？他就拿这个赚钱，他卖什么车啊？对吧？那车就随便对付出去就完了。所以说啊，这都是一些不劳而获的想法。我们再看一个报道啊，这个今天很多媒体啊，比如北京商报都在报道说，年轻人开始配置新三金，哪新三金呢？货币基金、债券基金、黄金基金，叫新三金。说根据时代财经报道，在存款利率走低的背景下，曾被视为稳健理财标杆的5年期大额存单正经历历史性退潮。近日，时代财经发现，国有大行及股份制银行基本停售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3年期产品普遍面临额度紧张问题，或仅向白名单客户定向发售。从利率来看，3年期产品利率普遍跌至 1.55% 到 1.75% 区间，与普通定存利差几近消失。这个我在以前节目说过啊，过去啊是5年这个定存的利息啊和3年定存利息一样，甚至还有倒挂的，就存5年的还不如存3年的那个利息高。实际上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啊？实际上就说明了这个利息还有进一步下跌，就是存款利息啊。现在干脆啊，你看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干脆就不卖5年期的存款利息这个产品。你想存5年不让，为什么不让你存5年？因为在银行看来，利息还要降。我现在就给你锁定，比如1.5%的利息，实际上后年啊或者明年这个银行利息降到五年期，恐怕他预期啊5年以后利息恐怕是1%都不到，那他给你开1.5%，他不亏吗？银行的压力太大，所以银行干脆啊把这个5年期的存款就没了，不让你买，连3年期的现在他都不提倡了，限制额度。实际上这个就只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利息还要降，存款利息啊。所以在这种背景下，这个时代财经说啊，年轻人开始选货币基金、债券基金、黄金基金。这个我在我的节目里面，是不是从去年8、9月份就开始，对吧？在会员节目里面，我一再说啊，把你的存款，对吧，1/2存工行、存定期，剩下的1/2里面一半买人民币的货币基金，另外一半换成美元，买美元的货币基金。咱们早就走在前面了。货币基金啊，它都是低风险的 R1级的，风险可以忽略不计。你不能说绝对没有风险啊，不能这么说。但是它的收益呢，比那个定期存款稍微高一点。这个就是为了对抗啊长期存款利息下跌、无限趋近于0所采取的一种叫财富配置。这个我在会员节目里面反复讲，对吧？是一种被动的，只是一种为了应对啊这个，要不然明年你今年还可以，对吧？或者你前年存的这个定期啊，还是2.几啊，有的是3%，但是它今年或者明年它就要到期了，明年一到期，那你再存3年期的，那就变成1%了，你怎么办？对吧？3年前存钱的，2022年存钱的，现在到期，你2022年存的是利息，恐怕是有的是4%啊，你现在你再存3年是1.5%，你这个3年一存，3年后到期啊，恐怕就变成0.几了，就是利息啊，你那个时候再存，所以我们那只能是想办法应对呀，因为很多人啊，他已经把这个利息收入都当做收入了。你比如说啊，网上老说，哎，我要存300万，我一个月就能有多少钱的利息？300万年化4%的话，一年是12万的收入，利息啊，一个月正好1万块。哎，我要存300万，存个每个月1万块的收入，我就可以躺平，过得很滋润。不就是说300万就可以退休吗？但是你看看啊，你这300万，你存了3年以后，你存不到4%了，你只能存2.几了。再过3年，只能存1%，也就是你300万啊，你存3年，你每年利息只有3万块，3万块的利息一年呢，相当于一个月不到2000多。你再存300万，什么退休、财富自由，这不就扯淡了吗？对吧？1万块钱一个月你还能活，变成2000多、3000的时候你就够呛了。所以说啊，应对这种局面，那只好采取这种配置，被迫啊没有办法，你得选择货币基金这种低风险的，但是收益是相对来说比那个定期存款要高那么一点点。所以年轻一代投资者正以新三金，就是货币基金、债券基金、黄金基金
配置模式，引领中国财富管理市场代际变革。这个还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即便银行存款利息这么低，大家也不愿意把钱往股市里投，甚至连买股票基金、股指型基金、混合基金的都不愿意。你看看啊，很明确啊，只买货币基金、债券基金、黄金基金，什么股票混合型基金、股票基金那都没有。说明什么？说明大家觉得股市不靠谱啊，股市基本上是风险高，没什么收益啊，去了都是做贡献的，本金都不一定保得住啊，那本金肯定保不住，对吧？你盯着那个在股市里面翻8倍，人家盯着你的本金，把你本金吃完就完了。咱们这个节目啊，基本上是走在这个前列的，只要你用心听啊，多去悟，基本上是至少超前1年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